婆，好久不见。阿媽，俺叫我娘到。阿媽，俺叫我娘到。我最近都在照顾先生。我哋參們都在照顧我老街，他上次撞到腳都沒說，佢上擺衝到腳全冇講，前幾天才來找主任。前幾日才來簽主任，要請阿公好好休息，才會復原得比較快。愛請阿公好好歇困，才會好下架。他比較固執，都覺得自己身體康復得很快。佢要下接線，總係知道佢一家身體好當家。阿公最近心情很好哦。阿公，你參們心情當好啊？上次聽他說，俊宏要結婚了。上擺聽佢講，準婚而結婚呢。沒錯，終於等到這一天。錯啊，總算等到你日嘞。太好了，恭喜！很好哦，恭喜！謝謝哦。另外有件事想請教。是夢，那我有事情想請教。我在家裡整理一下，這些都是家裡剩下的藥。我在屋下整理一下，你就同朋起屋下存嘅藥嘅。請問要送到哪裡回收啊？請問愛送去哪位回收啊？阿婆，您家中有沒有夾鏈袋？阿媽，你屋下有夾鏈台嗎？先把牌裝的藥一個一個撥出來，先將規批好好嘅藥嘅一粒一粒剝下來，連同散裝的藥全部裝進夾鏈袋，連散嘅藥嘅裝下表入夾鏈台，包括藥水也可以倒進去，包含藥費未做得錯落口，藥水也要倒進去哦。藥費未愛錯落口啊。您不用擔心，可以在夾鏈袋裡放置家裡用過的擦手紙。你唔是少做得在夾鏈台都並屋下用過嘅出燒紙，或是泡過的茶葉，或是咖啡渣，吸住藥水。也係泡過嘅茶葉、咖啡渣，吸得藥費。要記得，牌裝藥的塑膠殼不可以進去。要記得，規批藥拆下嘅塑膠殼嘅就唔得並落口。全部的藥都要剝掉包裝，放進夾鏈袋。全部嘅藥嘅全愛剝脫包裝，並入夾鏈台。那這個夾鏈袋要丟到哪裡呢？該夾鏈台愛丟到哪位啊？可以交給垃圾車回收，做焚化處理。
做得本垃圾场回收，用焚化处理。做得本垃圾场回收，用焚化处理。阿婆，请问还有什么问题吗？阿媽，請問還有乜嘅問題嗎？阿媽，請問還有乜嘅問題嗎？没有啦，这样子啊，我就知道怎么做药品回收了。安樣，我哋要用辦做藥品回收咧。安樣，我哋要用辦做藥品回收咧。回家后如果有哪里不清楚，记得要再打电话询问哦。政府下後係要你會摸清楚，我記得嗰打電話來問咯。政府下後係要你會摸清楚，我記得嗰打電話來問咯。好，谢谢你。好，謝謝你。好，謝謝你。